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顾家欢收看这位六号中嘉台电新闻。已经历历台湾五大排球比赛之一的华中杯，顶个月28号开始连续4天伫客家登场。今年因为报名队伍创新冠，去全台314队，将近5200人参加。所以议员郑在旺上伫总集选，好有市府了趁着人潮，一定要积极来行销咱在地美食甲观光，带动区域发展。华中杯排球锦标赛顶个月伫客家区才拄结束，这次总共有300多队、5000多人参加，人数再创新高。对着这个现象，议员郑在旺希望市府会当好好把握大型赛事举办的机会，来行销台南的在地产业甲观光，以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咱南部人很热情，对不对？我听下来，对咱台南市。会当讲印象佫特别好。人讲我拍球去，里长偌好。虽然咱美容里是一个增加所在，毋过你来看事实，里长呢，做者部落嘛非常的用心。这个不单纯只是体育赛事，应该也在结合，比如讲伊买来住宿，咱也提供给他一些资讯或是一些协助，让他也可以到我们台南做观光旅游。或者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明年我会先请副秘书长跟教育局这边来合作那么事先开相关的协调会，应该我各局处来到举办。另外，受到去年旱害的影响，沙巴鱼产量减少，价销提高，不少渔民抢咧养殖。加上今年气候稳定，沙巴鱼产量增加，所以大冲击市场价销。议员建议农业局设置大型的冷冻库，以及规划相关配套措施，来稳定市场价销，解决当年的问题。市政府一个果菜市场，嘛当伫沿遐设一个，家己设一个冷冻库啥，那价销来颁布的时阵，咱市政府会当讲稳定价销。只要价销保障伊莫了钱，会当收于冷冻库啊。伫沙巴鱼销售的部分，农业局表示，将设置冷冻库以及伫将军设置2个加工场，将沙巴鱼加工做成多元化产品来销售，借此来帮助渔民。但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地水就是台南市重点建设，不过多年来就算投入不少经费，真侪所在也是无法摆脱饮水恶望。对此，议员詹培雅伫总集选伫要求代理市长说明，到底是经费不足，还是地水方法唔对？对此，代理市长表示，地水方案一定会堪日考验。饮水的问题是台南人多年的困扰，也是市府不断投入经费改善的重要政策。议员詹培雅、上午质询前水利局长，也是现在的代理市长李梦燕，既然已经投入大笔的地水经费，但近年来也是无法度解决饮水问题。到底是地水方法唔对，也或是经费不足所造成？较早赖神风台放假的时阵叫做赖神，来卖啊个卖半天，为了后边为着这风采叫做赖叉叉，你个怪那么人的都有，起名我气氛盖来公告安尼。那我要的说，市长，我知道你是智者专家，我要今仔问这问题就是讲，你认为你家己讲是咱的地水方式唔对，像你那个以前台南县所犯地讲唔对，还是事实？咱的经费无够。地水的这个方案，我们认为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是 OK 的。好油我们还要再有一些拓宽数据。快一点吧。另外，每年台风过来的时阵，义鲁龙路与裕农路、义一路，这边北段已经完成嘛，现在南段已经发包，等了时间，希望咱明年台风季前可以看到成效。市长，既然地水方法是对的较长期就是讲。台风来的时阵，唔要搁造成同样的情况啦，好不好？但是嘛，爱有一个观念，大家沟通就是讲，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说它完全不淹水了。
另外，市府曾经指出，一旦增加14亿的房屋税收，将优先用于改善幼儿教育。议员质询市长，针对这部分有编列偌济经费。对此，市府回应，将4亿用伫咧补助私立幼儿园学费，目标达成收费公立化目标。另外，也会补助一档3万的教保券，来减轻家庭的负担。电视新闻站张伟忠采访报道。有鹿港朋友向议员林养义反映，因一群人趁休困的时阵，伫顶仔卡啉酒，结束以后骑车返去厝的路上，就马上被远警抓到。质疑警方是调工用等的方式来处理，所以议员要求警方检讨这款的处理方法。现在已经接近年底，议员林养义指示部分的环境因为惊无绩效，因此靠着处地酒后骑车开车来冲业绩。伊表示，被处地的民众10个当中，都有9位是鹿港朋友。因只是趁着休困的时阵，一群人伫厝的门口、庙口等所在开讲啉酒，想要到一离开，就被环境追踪，马上开罚单。伊呼吁警察局莫用长的方式处理。对此，警察局表示会来进行检讨。庙口会连停啊卡遐安尼散饮一下，啊毋过呢，这个广区的。拢知影一宿一宿，遐一窟，遐一窟，因伫遐食酒，因无即后尾乌倒来，去遐长啊，去遐长啊。因为一里啦吼，有当时2-3公里，要一里要叫一里的人来，伊要叫用行的来呢，伊嘛乌倒来徛来，啊，到遐散饮者，食到时间到5-6点要转去厝食饭啊，安尼转去乌倒来徛转去，啊，搏者得着啊，大家都得，即款行为唔好啦。刚刚你们讲你关心这个吼，市地就这迄正确的即嘛，事情无毋对啦。毋过我意思讲，妄用用长的啦，技巧部分阮一定会来全部来检讨。另外，议员林养义接到里长反映，因为污水下水道施工，造成路面不断开污，不但影响交通，也引起民怨。对此，第二市长表示，工程总共分做2阶段，而且一区就是2-3档的工期，加上包括电线、电力、自来水等等管线有成功的问题，所以才必须一再开污。但新闻站张伟忠采访报道。民进党后届担市长初选提名，打算伫明年3月展开民调。伫随着时间接近，有意竞争的参选人拢开始冲刺。其中，立委黄伟哲适合的正式成立K8后援会，现场来了将近5000名的支持者。黄伟哲会中表示，一定积极向中央争取更较侪经费，绝对袂让K8边缘化。黄伟哲K8后援会适合上午成立，现场来了侪支持民众以外，真侪民进党议员嘛到场协听。会中黄伟哲亲手将战旗交予后援会长。并且强调，伊出身K8地区，如果当选，一定积极向中央争取更较侪资源，答应绝对袂让K8边缘化。西北边缘化，其实或者说台南县有一些地方边缘化，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赖清德市长很努力，但是这是某种程度一个都市化集中的一个趋势。过去台中县市合并。高雄县市合并，原来台中县原来高雄县的地方也都碰到边缘化的问题，但是台南虽然比较不明显，但是希望能够逆转这个现象。那逆转这个现象，我想有几个重点。第一点，硬体方面，咱需要大型的这个会展中心，咱需要有一个较侪这个工业区，吼。啊，在软体方面，在软体的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就业人口，怎么样就业？需要更多的观光人口。过去很多观光人口集中在府城的古迹，现在西北的自然的环境、自然的风景，我觉得其实需要更多的观光人口。还有西北的宗教很丰盛、很昌盛，你可以看到南鲲生在北门，你看到代天府在麻豆，这些几个最大的好或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营的太子宫，如何能够借着宗教、借着观光来带动，在软体方面、在硬体方面，也当来共同来和K8来增加更较侪这个。观光人口，增加更较侪就业人口，我想这方面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所以我想伫遮，我们很感谢历任市长、历任县长的努力，但是我们希望接续能够把这个
人口发展或都市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会当个这个把它导正过来。随着党内初选时间愈来愈近，每一位候选人拢用尽全力。因为这摆市长初选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吴伟霆希望在场的支持者甲干部，回去以后要努力帮伊争取亲朋好友的支持，可以当顺利通过明年的初选民调。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另外，5号上午，市长参选人严顺泽来到成华胜利南科奥运会，现场同款来到一乡亲小厅，气氛相当的热烈。会长严顺泽嘛表示，未来当选市长将提出开发成华后火车站等相关的计划，让民众的交通更加利便。市长参选人严顺泽5号上午伫成华胜利南科奥运会现场来到一乡亲小厅。严顺泽嘛，伊向每一个选民握手致意，同时歌手张秀卿嘛到场支持。会长严顺泽表示，若是会当顺利当选市长，将会针对成华后火车头部分进行开发，让坐车民众会当更加利便。严春所，严春所，春所，水啦，你就对啦。未来我若当选了，除了即马咱赖市长所做的，继续处理水灾的问题，咱有公车会当捷运化，咱的关怀中心、社区关怀社区呢，会当继续搁来推动以外呢，我希望咱的成华后火车站会当来开发，互后火车站迄个所在呢开发了呢，对山区、对山上、对大内，要来遮边的囡仔，伊的朋友。去因所在里免停去停车站，后车站的时阵呢，停车站做一个转景顿了呢，我相信讲对咱规个生活的未来呢，绝对有相当大的这个帮助。会长严顺泽亲手将证旗交予奥运会会长，向庆奥运会正式成立，同时嘛答应将来会以过去副市长经验，为台南带来美好将来。更予市民电话民调，千万唔通袂记大声讲出家己支持的人选。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先听有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让新人会当伫台南起家创造幸福的新家庭，也共同打造幸福台南。今年台南市政府持续举办联合婚礼，定11月12号伫基美破馆进行盛大举行。主办单位民政局为了让所有新人明白动工的流程甲相关结婚登记资讯，4号特别提前举办说明会，伫新人嘛拢踊跃出席。台南市106年度联合婚礼，甲往年同款报名踊跃，总共吸引120对新人。市府民政局为了让报名新人明白联合婚礼流程、结婚的登记事项甲资讯，11月4号提前伫安平区公所举办说明会。新人双对踊跃出席，嘛互人感受到因新婚的喜乐。其中4当前被日本群马县水上厅派来台南交流的公务人员阿布真行，嘛因为深深爱上台南，佮用诚意打动台南的查某囝，成为台南竞赛上受注目。因为我老公是被派遣到台湾的公务员嘛，那因为感觉这样好像跟台南的渊源。
是因为台南的关系，我们才能在这里认识、交往到结婚。对，所以感觉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我4年前被派到台南市之后，很多交流，做过很多交流。可是这次的话，我个人的交流，而且参与台南市政府举办的结婚活动的话，市政府也见证我跟台湾的交流的感觉，所以我想参加台南市政府举办的那个结婚典礼。另外，根据民政局统计，今年来自台东、屏东等外县市选择来台南参加联合婚礼新人都有24位，年纪对上少年的82年次，到年岁上大的42年次拢有。因为台南唔是因的初恋，就是来游览、来求学、就业、打拼的好所在，所以特别有感情加意义。台南是我们第一次到外县市游玩的地方，所以刚刚好又在网络上面看到有这个活动，就刚好就报名看看这样。那时候来台南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是骑车来的，然后我全身然后非常严重的那个晒伤，然后回去之后他还买芦荟给我擦，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了。最主要是因为我老婆她就是想要参加台南的联合婚礼啊，因为刚好我就只是住在奇美隔壁的县市区而已，对，所以其实距离上都还蛮近的。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是南台的学生毕业，我们在南台毕业啊，所以台南是我们认识的地方。对，因为我是从台东来台南读书的这样子。随便会中主办单位嘛邀请单市家庭教育中心的专家，以学习三听为主题进行性别平等的演讲，希望为所有新人美满的婚姻来努力，望大家收获满满。会中民政局长陈宗安嘛特别到场祝福，见证因在台南成家立业的婚姻。我想每一年1年1次越来越办越精彩。那也越来越吸引更多其他县市的民众，也选择来台南办理这个集团结婚哈。那今年的集团结婚里面呢，有一对非常特别的哈，是台日之间的交流而促成的一段婚姻。那他们也选择在这个台南来办理集团结婚的这个仪式。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新人透过台南市所办理的集团结婚，可以得到幸福甜蜜。那也希望祝福他们这个甜甜蜜蜜，永永久久。2017做回来台南结婚的联合婚礼，就定在11月12號在基美博物館前的廣場，要讓所有新人感受來自台南各界祝福滿滿。台灣新聞郭文吉、何巧邦採訪報道。現在以後出外旅遊，我們在漲錢包。上個觀光旅局就公開一款台南好玩卡，就希望在數位化時代旅遊麥當有整合的服務。包括去關嶺泡湯，會當優先選好日，早頓食牛肉湯免排隊，或者是盤手的碰餅，麥當提前預約等等方便。這場目前試驗運預計2018年正式上線運作的台南好玩卡，伊所代表的是旅遊的新形態。借由這個台南好玩卡，會當整合景點甲交通工具的規劃，結合飯店周邊的地理環境。進行遊樂地點的安排，賣推薦適合的早頓、中晝頓、暗頓等等的地點，讓自助旅遊更加輕鬆、更加利便。業者也會結合濟台南在地大型活動表演，引領遊客深度旅遊台南，深度了解台南。要搜尋台南的一些民宿、精品住宿，或者是台南很多深度的體驗。巷弄的導覽，或者是一些古蹟的導覽，探索各種台南的人文風情，亦或是說在旅遊的過程結束最後，我想要拿一些伴手禮，買一些伴手禮，甚至拿用我們的台南好玩卡，有些店家甚至可以不用排隊，直接提貨就走。整合了交通觀光、交通好行，或者是觀光計程車。或者是跟我們台南的 T-Bike 結合，只要憑這張好玩卡，就可以暢遊整個大台南，用單車來暢行。所以到台南度假，如果消費者開始使用這個台南好玩卡，我覺得會越來越輕鬆、越便利，
从它的资料收取到购买到使用，一站把它构筑。市府观光旅游局因应网络时代甲新的旅游形态，将台南好玩卡多功能化，不只是一张方便的卡，更是整合所有来台南旅游大大小小一切事物。希望这款的新模式会当让较侪来台南佚佗的旅客会当感受到、体验到台南饮食经营旅游的用心。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为推广新奇魔道，新奇农会这几档录音魔道节来行销，你今年特别举办这人生魔道的闯关游戏，希望这个轻松活动过程，提高大家对魔道的了解。同时，会中也让学生亲自体验采收，以及创意披萨 DIY， 让互现场的大小朋友有满满的收获。2017魔道节产业文化活动4号伫南科魔道园举行，现场除了侪打翻摆设农地产品以外，新奇农会更举办闯关游戏、魔道红啊拼拼乐、魔道知识探索家等等，以及体验采收魔道，有算有通食，和参与的学生拢相当欢喜。那我们今天活动当中有几个比较特殊的部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办理一个青年的毛豆体验营。那我们这个毛豆体验营呢，有300多个学童来参加报名哦。那今年我们还特地开放了我们的毛豆园，可以让我们小朋友们可以夏天去体验一下采毛豆的乐趣，那体验一下我们的农村生活。那我们的农民这边的话，也有我们的农民观摩会，将近有270人来这边，由我们农改场来告诉大家种植毛豆该注意的事项之外，我们台南医院也有医生来告诉我们健康保养之道哦。希望大家透过这个活动，回去在家里或者是这个工作上面做一个发酵，帮我们把这个毛豆产业进行更多的推广。台湾魔道的正式以新市上较有代表性，所以新市农会这几档举办魔道节一系列活动，就是要让少年人了解并且认同在地农业。并且希望打响新市魔道的知名度，甲深化魔道的品牌形象，也将魔道产业杀向另外一批高峰。等新闻古博义采访过的。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落雨9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继续收看这月6号中间电视新闻，咱再会。